演艺圈的魔鬼精肉人、励志典范张家辉。为了出演激战，张家辉苦练肌肉，重塑身材之后，完全惊呆了小伙伴。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不敢相信他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，身材啊。不过据传，为戏操练过度导致张家辉抑郁症复发，更因此引发与妻子关咏荷的矛盾不断，甚至2夫妻分房睡。日前，张家辉在接受采访时以幽默轻松化解谣言。看到那些报道，我会想，哎呦，你和床睡，他也知道，然后我去洗手间啊。我穿着内裤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，他也不知道。张家辉花了9个月的时间练就一身拳击手的肌肉，从变态男专业户成功變身勵志哥。他也希望能夠一直帶給觀眾新的驚喜。每一部戲，我最唔想就係自己好似換件衫咁又行嚟又做第二個角色。我都希望每一部電影裏面有一種新鮮感俾觀眾。